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一群船员趁着守卫没注意，跨过围栏，跳入漆黑的海水中，勇敢地向前游去。他们的目标是地平线上那灯火通明的城市。传说，只要到了那里，就能开启人人向往的蜜滚梦。俗话说，海水所到之处就有华侨，有华侨就有哈嘎宁。而像 America 这样充满梦想的天堂，怎么可以少了哈嘎宁跨海追梦的故事呢？1848年，一位美国的木匠在河边工作的时候，河床里一道神秘的金光照进了他的眼睛。Oh my God， 是黄金，黄金啊！当你还在开心捡到10块钱，人家可是开启了整个加州的淘金热啊！就连太平洋对岸的华人听到这个消息，也是马上一船一船冲过来，有钱太给穷哈穿。即使后来金矿越来越难采，还要缴贵厂商的执照税，害其他国家的矿工知难而退，但就是阻止不了华人劳工的美国梦啊！随着南北战争后黑人解放，便宜又好用的华人开始成为美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劳动力。连建造要开山、造桥、挨热、受冻的太平洋铁路，也只是提前7年完工而已啦。但在这一拖拉库的华人劳工中，要怎么找到咱们哈嘎朋友的足迹呢？这些墓碑，难道上面藏着汉尼身份的兵吗？1882年，美国制定的排华法案大大限制了华人劳工的移民，让他们在铁路完工后不会继续跟白人竞争日常工作。在接下来的60年里，华人想移民美国可是难上加难，而定居下来的华人，他们的后代又快速融入了美国的社会，让这段史诗级的迁移史在时间的洪流中渐渐被冲淡。不过，旧金山旁的六山墓园却保留了一些线索。这个由华人会馆设立的墓园，就像是华人移民美国历史的缩影，早期哈嘎移民的身份都刻在墓碑上了。1876年出生在旧金山的张先生，就是一位往来于旧金山和香港的哈嘎沈黎宁。为了带在香港出生的儿子回美国，他必须在旧金山湾的天使岛移民站里接受审讯官的考验，到底是可以进入新世界，还是要被送回原乡呢？在1910到1940年间，严格的审查制度让许多人通过不了移民站的考验，也难怪有人要跳海偷渡进美国。来自广东梅县的李先生，当年就是靠着当船员来到旧金山，再偷偷溜上岸去寻找他的米滚梦。直到1943年之后，美国才逐渐重新开放华人的移民，而按董给汉宁也在各地变动的局势驱使下，再次踏上了迁徙的旅程。United States of America， 梦想的圣地，无数人怀抱理想前去寻梦的国度。然而，对于勇敢离开家乡的华人和哈嘎前辈来说，启程之前，谁又能确定等着他们的真的是衣食无忧的未来，还是移民站里漫长等待后的遣返，又或是偷渡后没有身份的零工生活呢？或许就像在河床里搜寻着金沙一样，有一梦就会航空前给你用。